大家好，我係 Crystal，身邊好多朋友都會叫我桃桃或者桃姐。我今年咧年近半百啦，人生閱歷都有啲嘅，亦都跌過好幾次，再重新企翻起身。我以前做過空姐啦，亦都喺外國嘅賭場裏邊咧照顧過一啲超級嘅富豪客戶，仲賣過超級跑車啦、古董車啦。喺車行裏邊咧，自己都薄有名氣，都有少少成績嘅。但係我亦都試過俾人炒魷魚啦，10個月都揾唔到工做，供唔起樓，甚至諗過自殺添。亦都試過戶口被凍結，樓都差啲冇埋。後嚟咧靠住出去學嘢啦，同埋堅持啦，先至能夠從低谷嗰度轉翻出嚟，重新再站起。我一屋都係男人，爸爸啦、細佬啦、老公啦、2個仔啦，同埋其實我一街都係兄弟嚟嘅。我身邊有好多人都喜歡認我為家姐，所以我好多細佬妹咁嘅。感情路上咧，亦都經歷過唔少唔同階段嘅考驗啦，經歷過好多感情裏邊嘅真實場景，包括出軌、被出軌、背叛啦。所以其實我好明白兩性之間嘅痛同埋矛盾嘅。而且身邊有好多男性嘅朋友啦，仲有依家嘅網友啦，都會將佢哋最私密、最唔夠膽同人講嘅心事咧，講俾我聽。所以其實我手頭上咧係有好多真實嘅個案，我都可以話都幾懂男人嘅苦嘅。我好錫我爸爸，亦都見過呢個男人一輩子撐起一頭家嘅辛苦。我嘅家庭係好幸福嘅，而且而家咧擁有一個幸福美滿嘅婚姻啦，所以我係真心希望更加多嘅人可以享受到快樂同埋幸福嘅婚姻同埋家庭生活。我本身就係一個好強勢啦、好倔強、好獨立嘅香港女生嚟，性格就偏向男性嘅思維，外向，中意玩，朋友多，成日唔中意翻屋企嘅。以前嘅桃花亦都好重，真係玩到夠先至肯定性，所以我40歲先肯結婚。我40歲先至結婚同埋生小朋友嘅。我諗喺傳統眼光之中咧，可能覺得我呢啲叫賣剩蔗，但我媽咧係好有智慧嘅人。我媽從細就教我唔好為咗結婚而結婚，亦都唔好為咗生仔而生仔。我見過太多嘅人細細個就結婚，40幾歲就離婚。所以我係好清楚自己需要啲乜嘢，一向我都好欣賞一啲有智慧、有格局、有擔當嘅男士。直到我遇到我先生啦，佢嘅智慧同埋修養真係貼貼服服咁樣收服咗我。以前其實我性格好火爆嘅，但係喺佢面前呢，我願意展示我人生之中最溫柔嘅一面俾佢睇到。而且其實我研究 MBTI 咧已經超過10年。老實講啦，係 MBTI 救咗我段婚姻。以前咧，我同我老公都有好多嘅誤會，甚至諗過離婚嘅。自從學識咗用性格去理解對方之後咧，先至真正明白原來相處咧係一門學問嚟嘅。嗱，傳統教育咧淨係教你讀書識字啦、歷史啦咁，但係從來就唔會教你點樣去相處、點樣處理關係。而人生之中最緊要嘅2樣嘢係咩啊？一就係財商，另外一樣嘢就係關係。關係唔好，其實你有幾多錢你都唔會開心。我好想將呢份智慧分享俾更加多嘅男士，特別係而家好多香港嘅女生咧，都係比較獨立啦，有性格有態度。我有實際嘅方法幫大家更好嘅相處，化解衝突同埋修復關係。社會上咧好多資源咧都係幫女士嘅，但係男士咧往往因為面子啦、責任啦，連喊都唔敢。所以我開呢個頻道做嘅係男士嘅樹窿，係一個申訴專員或者係一個心靈神父。我未必時時刻刻都溫柔，因為我辣媽嚟噶嘛，有時會直接啲，會鬧醒你，但係我絕對唔會批判，亦都唔會出賣你嘅私隱。我嘅使命係幫男士學會覺察、反省同埋覺悟，明白男女思維嘅差異，修復關係同埋修復自己。Happy wife, happy life 啊嘛，家庭好，社會先至會和諧。之後我亦都會推出專屬嘅男士深度療癒課程同埋私密嘅空間，幫你真正走出低谷，修復情緒同埋重建幸福婚姻。呢一度係最安全、最明白你嘅男士療癒空間。我係 Crystal，專門聽男士心聲，陪你走過低谷，不再孤單。